食物對我嚟講冇乜難度，但係送走食物咧就好有難度啦。出街食飯多數都係多肉少菜啦，可能幾日先去到一次廁所啦，所以搞到我個肚咧都會有一個縮電纜嘅情況出現，搞到肚突突啊！所以最近咧我就揾咗草肌腸道通幫手。佢對於排便問題好幫得手㗎，而且佢成分天然，因為佢主要嘅成分咧就係墨西哥蘆薈同埋8種420億腸道益生菌。墨西哥蘆薈含豐富水溶性同埋膳食纖維，有助潤腸軟便；而益生菌咧就有助調整腸道益菌生態，定時有得排便便。每朝早食2粒就可以幫你促進腸道蠕動，輕鬆排便。食完之後仲唔會搞肚痛，好快見效㗎。我食咗1個月之後，由幾日去一次大便，而家咧每日都有得去大便，消化好咗啦，自然我個肚就唔會肚脹脹、肚谷谷啦。食完之後，我連皮膚都好好多啊！如果有口氣問題，都會一次過解決埋啊！如果大家同我一樣有排便同埋肚谷谷嘅問題，真係要試一下草肌腸道通。嚟緊12月22號，萬寧仲有出位價，每一盒139蚊咋！想買嘅朋友仔密切留意啦，記住12月22號去萬寧嗰度入貨啦！